台南市立游泳池虽然伫2年前停止营业，但经过市府向体育署争取以及民间业者协力之下，直日经1吨外征收，并透过委外营运者投资优化内部装潢，泳池将于伫13日正式启用。其实这个游泳池是有历史，但是就因为它有历史，所以有点年久失修，在1年多前，在2年前停止营业。那这期间，我们跟体育署争取了1900万，台南市政府也自筹900万，那得标的民间公司也出资1700万，这样总共将近3000多万了，3500多万，3600多万，一起来把这个市立游泳池整治得更好。投入超过4000万的资金，除了优化游泳池的设备，也增加了真侪运动设施。就参像是微型的国民运动中心，体育局长陈良全表示，这也是创立以来第一座休闲式的全民运动中心，在未来也会当规划选手来这训练。其实是在体育处的时代我们就开始向中央来申请来整修我们这个场地，希望在今年的夏天，让小朋友能够有一个消暑的地方，有一个好的这个休闲的去处我在7月1号上任以后呢，除了规划很多的运动场馆以后，这座游泳池大概是第一座完成的一个休闲全民运动的中心那室外的未来我们会规划一个很标准的游泳池，让我们的选手也能够投入在这边训练。很好，有这个地方可以让市民活动，可以泡汤，它就可以有温水，还有烤箱，还有冰水，游泳，还有健身房，非常好。台南市立泳池借由更多元的运动空间的建制，打破传统泳池借当游泳的刻板印象，望打造成台南市微型国民运动中心的标准。台南新闻张硕维、杨顺怀采访报道。